各位同大家睇下最新嘅風暴消息，天文台咧啱啱發出咗8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㗎。再提大家，天文台咧係啱啱發出咗8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㗎。咁入夜之後咧，本港風勢明顯增強，強烈熱帶風暴天鵝啦，夜晚就集結喺香港西南大約100公里，會喺本港以西大約100公里掠過㗎。風勢將會進一步加強。港鐵就話列車服務會維持正常。我哋嘅同事歐志良咧，而家就喺尖沙咀碼頭出邊㗎。係啦，良啊，啱啱就發出咗8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啦。你嗰邊大唔大風？天氣係點呢？係啊，啱啱咧天文台咧就發出咗咧8號嘅暴風信號㗎，咁可以睇翻尖沙咀呢度啦，風同埋雨咧已經開始越嚟越大㗎啦。但係咧市面上咧仍然有好多市民啦喺度流連㗎，咁我哋同一啲市民傾過啦，就問佢點解咧仲會留喺條街度㗎？咁佢哋就話啦，趁風勢唔係太大啦，想睇下啦打風咧究竟係點樣㗎？咁由於已經發出咗8號嘅烈風信號啦，咁天文台咧就呼籲市民咧立即停止啦喺戶外嘅活動㗎，咁盡量咧就留喺屋企，而喺屋企嘅市民啦，亦都希望去盡量閂好門窗，做好防風嘅措施㗎。咁喺海上交通方面啦，新渡輪就宣布往來中環至到長洲嘅普通船啦，會喺11點30分就停船㗎啦，而高速船呢就會喺11點鐘停航，而中環至到梅窩嘅普通船呢就會喺晚上10點30分啦開出最後一班㗎啦。咁我喺度嘅報道係咁多，先將時間交翻俾廠。好，唔該晒歐志良同出邊咁多位同事㗎。我哋咧會繼續為大家報道住最新嘅風暴消息㗎。再會。